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挥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是周末，关于胡适的消息不是很多。证监会重磅发声，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办公室主任何彦春在这个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何彦春说，操纵市场行为寄生在市场机体中，扭曲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致使买卖方向、报价金额和交易数量等市场信号失真，误导交易决策。这实质上是欺骗中小投资者买进卖出，违法者在极短时间内获取巨大利益，赚得盆满钵满，全身而退后，价格经历暴涨暴跌，往往一地鸡毛，中小投资者股票砸在手上，甚至血本无归。其中有的案件涉案金额大，涉及证券数量多，不但影响市场内在稳定性，严重者还会干扰监管政策传导，诱发市场风险，始终是证监会打击惩处的重点。说操纵类案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包括从利用资金优势的传统坐庄型操纵，向基于特定时段和关键时点短线化操纵演进，借助配资资金或监管产品实施加杠杆、游资抱团炒作的团伙型，就是操纵数量增多，上市公司内部人组织参与的伪市值管理、信息型操纵、编题材讲故事的蛊惑型操纵有所增加，利用复杂金融产品、新型交易技术实施的操纵行为偶有发生，这给操纵市场行为识别、调查、处罚带来了新挑战。说2024年证监会对42起操纵市场案件作出处罚，罚没金额49.5亿元，同比增长42%，其中1000万元以上的罚单占比42%，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操纵犯罪案件32件，移送犯罪嫌疑人104人。下面他说，从近年行政处罚案例看，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系统性、隐蔽性、复杂性特征越发突出，包括假账做全套，对资产收入、成本、利润、现金流等会计科目系统性同步造假，财务数据形成勾稽，甚至有的对生产、采购、销售、物流、库存等经营环节全链条整体演示，识别难度持续加大。同时，有的利用隐蔽关联方、壳公司、第三方构建无经济实质的交易，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隐蔽性不断增强。也有的大股东、实控人驱动型造假频发，有近15%的财务造假同时伴生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问题，公司治理和内控体系约束不足，还有的为满足融资条件、维持上市地位或者避免大股东股权质押爆仓实施的财务造假有所抬头，二级市场、一级市场风险外溢时有发生。这可是证监会自己说的，在2024年换了新村长，然后从严监管的环境下，居然财务造假还有所抬头，你说这是什么个市场？靠这个严监管当然是个办法，肯定要严监管，加强监管，要罚得他倾家荡产，该坐牢的要坐牢，这个没问题，要这么干。但是在胡适仅仅靠严监管没有用。我记得2年前我直播的时候专门讲过上市公司怎么财务造假，那都是满满的干货我打交道的会计师事务所没有10家，恐怕也有8家。就是目前国内排名靠前的会计师事务所，我都打过交道；排名靠前的律师事务所，我也打过交道。我知道上市公司怎么财务造假，说出来很多人都不敢信。当然了，太具体的我也不敢说。你就知道这个上市公司里面财务造假，那是叫家常便饭。这个证监会说什么系统性、隐蔽性、复杂性特征突出，这就是小儿科。财务造假一定是造假就造全套。我在以前讲到这个京东的案例，上海有一家上市公司是个香港女的，对吧？她为了融资，她就编造一个故事，说自己跟京东有大量的应收账款。这个京东大家知道吗？人家做电商那还是不错的，业绩很稳定。你如果跟京东有应收账款，那说明你的现金流很稳定。京东的应收账款完了，他把这个应收账款打包要融资，把这个融资要卖给另外一家上市公司。大家可以查查新闻，这2家公司现在都已经爆雷了，人已经被判了，被抓。那他这个案子是怎么做的？实际上他跟京东没有应收账款，他就利用京东的办公室，把投资者把那些风控的人约到京东的办公室，人家一看是京东，完了在电脑上他打开一个京东
的后台，应收账款、供应商管理系统都是造出来的。现场给人演示一看，登录进去，京东的供应商管理系统一看，果然这公司每个月跟京东有几十亿的应收账款，就这么蒙混过关。实际上它都是虚构的。后来京东也被牵扯到这个案子里面去了，因为人家告京东啊，说我就是在你京东办公室，我看的就是京东的后台。京东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个造假，对吧？我以前给大家举过个例子，很多上市公司啊，它为了虚构跟这个央企、跟这个知名企业，你比如说华为肯定是知名企业。我这个上市公司啊，要死不活了，马上要退市了，感觉不行了，他就伪造一个跟华为的业务、跟华为的合同，还有公章。你审计要去华为，不要调查吗？你这么大一个合同，到底真的假的？好了，如果是函证，这不是调查的是函证啊，就发个书面的函证发过去。上市公司给的地址确实也是什么是，比如在深圳华为的总部，但是他留的联系人的方式啊和电话一定是那个不是华为的人，而是他自己的人。快递把这个送到华为的时候，一打电话，上市公司会安排人去接，把这个信接到之后一改，函证一填完，然后盖一个假的华为公章，萝卜刻到给你再寄回来。审计一看，你看华为那边回函了，而且盖了公章，确认有这合同，他就认了，这叫函证。那函证容易作假，那人家说那这么大的合同，函证是不行的，会计准则上面有，那你得亲自派人去当面就询证。好，一样的，你要审计机构派人去了，那人家在华为那儿找个朋友租一间办公室借用一下，你审计去了之后，他上市公司的人把你领进那个办公室，你一看是华为，没错。实际上这个人不是华为的人，是上市公司请的一个人，在那儿你询证，无非就把材料拿出来跟他核实，对吧？你这上市公司跟你们华为是不是有业务往来，是不是签了合同啊？你说是啊，人家要盖章，你要书面，对你华为的盖个章，那行，你在这稍等一会儿，我给你去用印。这俩人坐在那儿，审计师坐在那儿，人家拿着公章到厕所里去，拿着个书面的函证到厕所里去，拿个假公章出来，吧唧给他盖上，拿回来给他。这种造假多的是。有人那就说了，那你光合同，你没有资金，那怎么行？还资金往来啊？不要紧，这个也骗不到这些做假账的。过去不有承兑汇票吗？就拿承兑汇票盖章，承兑汇票后面盖个章背书，就表明这个票是他的。你又刻个华为的章，财务章背书一下。还有比这个更狠的，花样翻新，要做就做全套。所以我一直说，这个5000家上市公司里面有多少垃圾，还有那么多人天天做梦想着牛市，这个就是个零和博弈的市场。那这些垃圾公司，如果你不把它清出资本市场，这些毒瘤你不把它切掉，你光靠打击什么联合坐庄，那有什么用？这些游资炒作，他利用资金优势，他拉涨停，那你那些散户愿意炒，那你活该，谁让你追？我觉得只要这上市公司自己财务不造假，信息披露完善，没有什么叫虚假陈述，只要上市公司不配合这些游资，对吧？他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做好自己的业务，这些游资想炒也炒不起来。再说他要炒，你散户愿意炒，那活该。反正上市公司可啥都没参与，很多游资炒作都是上市公司配合，这形成个链条。所以说，我觉得根源不在这些游资，不在这些做庄的，根源就是上市公司。你上市公司不把它治理好，你光是打击这些游资做庄的，有什么用？证监会的人说，上市公司是我国企业的优秀代表，实施财务造假的只是其中极少数，这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你前面说有所抬头，现在是极少数，有一例都不应该，就不要说极少数了，一例老鼠屎啊，坏了一餐道，对吧？今年1月以来，就连会计师事务所都处罚了20多家，还说是极少数，所以这叫什么鸵鸟心态，不敢正视问题。就像恒大暴雷一样，恒大刚暴雷的时候，央行一个副行长说，这就是恒大一家的问题，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什么健康良好，整个行业没问题，就是某家企业这个叫无序扩张，盲目多元化。你现在看看是不是说的是个笑话呀？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监管他看不清问题，他自己都看不清问题，他怎么可能监管？所以我一直呼吁把这个胡适5000多家里面，至少有1000多家要给他赶出资本市场。这些垃圾公司越早越快的把它赶出市场，越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光治标没有用，还要治本。编题材讲故事，什么公司它都是叫算力公司。我记得以前什么印刷厂明明是印刷彩票的，他非说自己是印力，什么算力公司。明明是家钢铁企业，也不知道收购个什么项目，也说自己是印力，是什么算力公司啊？自己不知道做什么这个什么胶片的，他也炒作说可以用在什么光刻机，非要说自己是做光刻胶的。这边游资这些金融消费者疯狂拉2个涨停，那边的辟谣，他说我们这光刻胶是可以用在那上面，但是我们现在主要是用在印刷厂。你说这不叫笑话吗？所以说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一直说的，咱们是一个散户为主的市场，这个是极不健康的。要想股市走好，要想走慢牛，对吧？要想这个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必须把散户把它控制到30%以内，把这些炒什么
东南西北中发白，炒7个葫芦娃，对吧？炒什么川大智胜，炒哈尔斯的，这些人你把他保护他留在市场干什么呢？不是为什么要保护这些人？我一直理解不了。他炒这个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属相，你说这些人你保护他干什么？理由是啥？所以这样的散户就早点消灭，是早消灭早受益。最近大火的是哪吒2，我看截止到今天，哪吒2票房超过132亿元，已经列全球票房榜第8位。哪吒2的这种票房大卖，它是一个现象，值得分析。你要作为一个电影制片方或者投资人，你觉得把握住这种脉搏，就像战狼一样，你得踩中一个风口，对吧？一旦踩中了，这个能量是吓人的。从哪吒2票房你可以看出，你要说咱们没钱消费，咱们不愿意消费，似乎也不是现实。这个电影票最便宜是70、80。县城里面都卖70、80，而且还得排队，大量人去看，132亿的票房。你看现在春节档已经过去了，春节档还上映了7、8个电影，那基本上都没有人谈。什么侠之大者，什么蛟龙行动，什么封神，似乎都不存在，就一部电影叫哪吒2。这个网上现在也是一边倒的声音，有网友说他去酒店开房忘了拿身份证，说照片也没存。身份证照片，说这个人他在 B 站下面评论说哪吒不好看，说不一会儿他在 B 站什么开户的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就传出来了。当然这恐怕是开玩笑，你现在不能说哪吒不好看，你也不能说哪吒不好，你也说个不字你就完了。金融时报看那篇文章，他说中国创纪录的票房大片受爱国情绪推动。其实本来就是个娱乐片，大家看一看也觉得挺好玩的，有意思，这没毛病啊，挺好的。这我在春节的时候就说了，这个哪吒的大家当个娱乐片看一看也挺好的，但是你非要升华它拔高它，这个就有点过了。他这文章这么说的，说哪吒2在集体组织集体观影和多次重复观看的帮助下，票房达到17亿美元，也就你在网上看一看，很多人叫2刷3刷，这种好像变成一个集体行为，就大家一定要把这票房推到第一，就很多人真的跑去3刷。说一部新的中国动画片打破了多项票房纪录，部分原因是由于爱国热情日益高涨，全国各地的电影公司都提供票价补贴，并组织集体观影以促进销售。这部电影也激发了中国企业的民族自豪感。说山东省东部的临时生产商表示已暂停生产，以便将约900名员工送往电影院，就为了看电影。这个公司停产1天呢。说该公司在短视频平台抖音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一排大巴900名员工，那就是20辆大巴，因为一辆大巴那个坐45个人嘛。说一排排大巴驶出工厂，横幅上写着全球票房第一，加油加油。你看看，该公司推广部负责人表示，公司希望帮助中国电影和动漫走得更远，这个热情是好的。中国某电动汽车制造商上周发布的社交媒体帖子称，该公司向员工提供影院礼券，以帮助哪吒的票房突破100亿元人民币。所以突破100亿这个票房现在已经不是目标了啊，现在的目标要成为全球第一，就是要超过阿凡达，把这个目标也凸显出人多力量大的好处。朱先生是中国东部江苏省镇江市的一位电影院经理，他发现企业、地方政府部门和学校对哪吒2集体放映的需求日益增长。许多电影观众表示他们抵制美国队长是为了支持哪吒，而影院则通过减少这部美国大片的放映场次来应对。人们有一种为哪吒节省票房收入的心态。他说也就是大家情愿2刷3刷哪吒2，也不看这个美国队长，把这个看美国队长这钱节约下来刷哪吒2，就有点走火入魔，就有点过了。这本质上还是叫清场是遥遥领先在作怪。所以现在资本方在寻找下一个哪吒2，怎么样能触动到这个神经，能撩拨到这个神经。总体上就是爱国赛道，想吃爱国赛道这碗饭的有很多，侠之大者，还有什么蛟龙行动，但是太老套了，就那个叫硬吃，吴京已经吃到100年以后了，这是网友说的，还那么吃就不行了，你得换个方式。就是爱国这个没错，就这个赛道没错，但是你还照原来的方式去吃就不行了。
歌遭到反噬，你得换一种歌法，巧妙一点，那效果会让你目瞪口呆啊！我们看这个哪吒2的票房奇迹能不能保持，后面还有没有电影能跟哪吒2一样？说到哪吒2，这胡金老师都2刷，对吧？他自己说了，他带他的小外甥女看过一次，对吧？自己又单独去看了一次，连胡金老师都2刷，你想想，所以有人3刷，那就完全能够理解。说到胡金老师啊，胡金老师今天又在倒反天罡啊，他今天开始嘲笑那些学者预测乌克兰必胜、俄罗斯必败的学者。胡金说，他说有学者之前发文高调预测乌克兰必胜，现在大概有些尴尬。我看到网上有人把当时那些文章翻出来嘲讽他们的，他说应当说那些预测有一些主观意愿的干扰，从而影响了分析的客观。但另一方面，那些分析和当中透出的挺乌态度，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中国人的看法。老胡和他们的看法不同，但我觉得他们表达权利应被尊重。中国是俄乌战争的中立国，那些表达就是中国社会在乌克兰问题上多元舆论的一部分。而且老胡个人不觉得他们那些发生对中国国家利益造成了损害。这个胡锡进非常有意思，就是这种头部黄额所谓的正能量，它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看不清形势。他们是一贯看不清，而不是说某个特定的时候、某个事件之后、特定的事件下他看不清，他是一贯看不清，对吧？当这个美国总统拜登一次又一次的警告说俄罗斯要侵略乌克兰，你看看胡锡进、加德老师那些所谓的正能量都在嘲笑拜登，说你说的不对。你看看这个，有人把它做成合集了，大家都能看到。结果2022年2月24号，这普京悍然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这些黄俄摇身一变，马上也变成叫什么闪电战，对吧？一字长蛇阵啊，1小时22分，还有什么？那就是砍瓜切菜，分分钟拿下乌克兰。他已经不说这个前面拜登是造谣了，当然还有人坚持狡辩拜登是造谣，为什么呢？拜登你说了8次，他不就这一次说对了，你前面预测8次都没对，狡辩。但是大部分人把这个就撇过去了，不聊这事了，就说你看乌克兰完了。还有甚至加特老师说泽连斯基不敢看特朗普这个普京的眼睛，是吧？闹了多大笑话，这个对胡锡进老师说根本不叫事。大家有没有发现胡锡进老师跟特朗普某些方面完全一致？这些头部黄额和特朗普是一样的，他叫信口雌黄，信口开河，早上说他晚上说不一样，他甚至一段话里面前后都能照应不到，这个对他来说不叫事，这个也不觉得什么丢人，你习惯了就好了。你看看啊，这些所谓的军事专家，这些什么国际关系研究专家，在俄乌战争上面闹了多大的笑话，基本上就没有对的，一次都没有对过。他现在居然跳出来笑人家这些什么学者，乌克兰必胜的，俄罗斯必败的，你现在笑不是太早了吗？就到现在此时此刻，乌克兰也没败，俄罗斯也没胜，而且俄罗斯必败的这个趋势也没有改变，怎么胡锡进老师突然下断言说这个乌克兰就要输了呢？俄罗斯就要赢了呢？胡锡进老师说了，俄爹啊熬出来了，因为特朗普要救他了。我看头部黄俄啊，恐怕又是一厢情愿，现在是过于相信特朗普，他不知道特朗普跟他们一样是不着调，你连普京现在都防着特朗普，他是耍什么阴谋诡计给他挖坑。胡锡进老师现在已经断言说那些学者预测乌克兰必胜、俄罗斯必败的已经翻车了，好像这个乌克兰已经输了，俄罗斯必胜了。你说哪儿到哪儿？按照胡锡进老师说法，美国的俄乌特使凯洛格居然跑到乌克兰去了，那按理来说你应该在第三国啊跟乌克兰人见面，那美国跟俄罗斯见面不是在沙特吗？第三国啊，完了美国跟俄罗斯见面没带乌克兰，那是乌克兰连上桌的机会都没有。那现在你怎么解释？这个美国特使跑到基辅去了，是不是俄罗斯人连上桌的机会都没有？你看这个一个退休的60多岁搞了几十年宣传的人，就是这么智障。你说关键他粉丝多，你没有办法，这不就是个智障吗？每天满嘴喷粪，就是胡说八道，对吧？他基本的常识他都不知道，他完全可以不顾。按照胡锡进老师的说法，那就是美国和乌克兰密谋，对吧？一脚踢开了俄罗斯，俄罗斯人连去看看的机会都没有。关键是乌克兰和美国还达成协议，你说怎么弄？马上要签协议。所以说这些头部黄俄不仅又蠢，而且又坏。今天他表扬特朗普，因为特朗普帮他俄爹了，明天就要骂特朗普，你放心吧，因为特朗普也可能又耍了他俄爹。最难堪的是这些头部黄俄打的旗号是什么？打的旗号是俄罗斯吸引了美国的
注意力。我们为什么要帮俄爹啊？因为俄爹啊跟美国对着干，俄爹这个举起了反美大旗，吸引了美国的火力，减轻了我们的压力，是不是头部黄额的逻辑理论？好，现在俄爹跟美国穿一条裤子了，你说你怎么解释？俄爹不帮你吸引美国火力了，怎么解释？胡锡进老师比较尴尬呀，还得洗赌咒发誓，你要相信我，俄爹啊是不会叛变的，你们要相信我老胡，对吧？我赌俄爹是坚决不会叛变。你看看这脸打得啪啪的，就左一耳光右一耳光，还在那自弹自唱。胡锡进说啊，他说实话说，特朗普这样180度大转弯，超出了几乎所有人预料，这个简直就是放屁。特朗普竞选总统的时候，咱们就说了，他对乌克兰，对吧？俄乌战争有不确定性，他竞选的时候就放话了，他说超出了几乎所有人预料，你这不是放屁吗？有多少人都说特朗普一上台对乌克兰不利，但是到目前为止，特朗普也还是停留在嘴上，实际行动并没有对乌克兰怎么样。也就是说，他还在延续拜登的那些政策，他只是嘴上在攻击这个打压泽连斯基和乌克兰。说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包括专家教授们都看走眼了，这个因素也不能不考虑。你说这胡锡进老师这叫坏，你知道吧？谁看走眼了呢？欧洲，他们一心一意以为美国会帮他，那些现在还在抱着美国大腿的，有可能看走眼。但是即便到现在啊，你说这些都为时尚早，你要小心特朗普明天调转这个回头给你一耳光，这保不齐看走眼的都是这些头部黄额，对吧？坐在央视那儿天天侃侃而谈那所谓的专家，就没有一次对过，包括这一次，胡锡进老师这一次已经错得一塌糊涂，他自己不知道，他认为俄爹熬出来了，早着。这个胡锡进老师这头部黄额对俄罗斯对俄爹那是发自肺腑的爱，所以这恰恰证明他们以前说那都是假话，什么指望着俄爹跟美国对着干，为大国扛风挡雨，那都是借口。他就是没有缘由的喜欢俄爹，说来说去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因为俄爹那是真打，他这个还不是简单的叫慕强心理，他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俄爹打服了，谁最流氓他就服谁，本质上就是这种心态，但是他自己不承认，他非要找个理由，理由就是俄爹替我们遮风挡雨，俄爹替我们挡美国的子弹，不就这意思吗？所以我们要跟流氓站一块，文明人不打你，流氓要打你，所以你跟流氓站一块，你就不会挨打，流氓也不打你，他就这个逻辑啊。你要选择跟文明人站一块，你有可能挨流氓的揍，不就这意思吗？所以说来说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俄爹那是真流氓，那是真打，历史上一贯如此，所以怕了。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